咱陈经理咱处长领任组长在座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安安。念传师晚安。真欢喜去到咱谈经班因为今日应该是咱陈经理主持啦伊就讲无法度资料唔顺起就继续就是高温总是给一个学习的机会啦，因为我嘛其实嘛是足排胎啦，什么代志咧拢是安尼比做好是在做所以讲做起就感觉会较忝因为咱讲，因为对比做做无做佫袂使，毋过其实讲起来来讲借着即个机会咧，会当互咱看会当来讲精进来度害太迷啦，借着这无奈内底，虽然是无奈，看会当来互法来突破迄个瓶颈，安尼就较袂为难。所以讲咧，伫修行学道来讲起，有影生活甲咱讲的讲。无论顺境甲逆境总是互咱修道成就的因缘这是千真万确那当然，伫修行学道来讲当然咱大家拢了解，伫道中咧修行学道毋是为了自世法，毋是为了未来咧来世佫会当伫遮咧享尽这个荣华富贵会当享受了这个福禄寿。当然，真正修行是要安怎来脱离开着生死，要安怎离苦得乐，脱离开着生死。那当然，不过这来讲起来，离苦得乐呢，也能伫咱在世的时阵，咱的身心是毋是会当照着伫咧？了解着道理，来拖延咱的心灵。互咱在世呢，虽然在苦海当中，毋过呢，咱时时时刻呢，拢是互咱往离苦得乐的即个因缘当然即个慢慢，咱会当了解着道理来调了着咱的心，当然就会减少了着。即个好诶，甲歹伫咱心来讲起，就会较清净。那到最终重点就是咱百岁年老，自信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讲呢，要怎互即个自信会当真正来了脱着即个生死，来超脱即个轮回。这是咱修行，即马修行伫咱道场上介重要，嘛，互咱会当伫即个宗旨内底咧，好好照着修道修班修班的当中才是真正咧修道。咱若无修道咧，要安怎修班？咱若无办道，是要安怎修咧？修毋是咱家己参的家己单独一个伫遐咧参禅打坐，安尼毋是我拢感觉讲，咱伫道场，咱若愈精进，愈参与，当然咱当着的代志愈多，代志多，当然嘛是提升着咱的经验对人生的体会那么伫人生的历练，修行学道的历练。这拢总是互咱会当来精进了着咱家己。咱若如果讲伫道中咧，咱若无参办，其实咱所领会
真的是有限。只不过人生就是修道就是安尼，因为安怎讲，咱参悟少，体会少，做夫的就少，历练就少，咱会感觉讲修行就是安尼。当然，咱若有伫道中咧，真教咱每一个人修道，当然即摆毋只是伫干部毋是干部就是讲咱逐个干部人才呢，当然爱勇于承担。勇于承担，就是要成就自己。咱若有勇于承担，当然挂一个名讲咧修道，但是要修道的心，啥物代志拢总是着爱人逼着我们走，贡献呢成就呢也会比较有限所以讲，伫修行学道，当然要安怎去修炼家己，要安怎去造就家己，其实大家伫道中呢拢足清楚。要安怎呢？面临挑战。咱修行学道若倒顶年间呢，感觉袂着伊的可贵啦。咱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做能做，相信你的心境会不一样的。所以讲呢，一定要勇于承担，爱突破瓶颈。莫讲对兄弟姊妹好啦，其实嘛为咱家己较好啦。因为要修行学道嘛即世人就像咱咧投资事业共款，钱拢投资落去咱若如果讲到最后，拢总是佮双手空空，其实安尼足无彩，因为时间慢慢安尼咧害，慢慢咧过，一寡精明大金呢，也会使讲锲而不舍。当然，伫家己存的工课，会当家己圆满好势以自外。对于了解先天，不遗余力的如约精进，确实伫道场的真正真济当然，这嘛是为咱家己会当累积了解这个天地。嘛是咱投资了解无形资产的也不二法，就是家己一定要挑战家己，爱践行家己。咱若要践行家己呢？当然会叫环境渐成去，安尼咧，咱会当去了解到这些是究竟了这个困难所以讲，伫道场的事，无非就是要互咱会当精进，要互咱了脱生死，毋是要互咱加重压力的反倒来讲呢，当然压力重重啦伫世间来讲，每年道中敢有压力？但是一千球伊的压力大，搬起来原来加不过伫修行学道来讲起来有啦，其实在道场推动这个道务呢，一定会有压力。但是伫咱压力内底，你要安怎转变？你若家认为讲安尼是拢无人，拢甲咱救我。呾遮尔济代志一工叫暗安尼，若安尼咧，事实伫道场里会很辛苦，当然伫道场来讲起，咱若讲难做会当去做，难忍会当去忍，难行会当去行，当然你若讲经验喘不过气，当然咱会当甲浅显讲，浅显伊嘛无可能讲无你爱做到死无遐凶无遐凶。迄老师就毋敢咧要求咧老师是讲道理着大家尽心尽力啦，去做就好啦。莫讲有用无做，这是老师安尼甲咱讲。这嘛是咱圣凡并行的难点，所以爱看咱怎去处写。咱话嘛是处写甲足好咧。当时会当一检二顾就对啦所以讲呢，这就是咱伫修行内底不断借着环境来转变我们修办的心念，安尼起来呢，咱的修道会愈修愈做愈欢喜，愈修愈欢喜。安尼咱的心境无形当中会提升的程度，这就是百花丛中过，遍片叶不沾身。伫班的内底嘛是咧修的，所以讲呢，
咱有哪爱种着好好种着，会当互咱想办的迄个因缘，对有了着这个八方所得的，咱拢会当尽到了咱家己一份心因为即个工作其实讲起来毋是干那检论师甲干部的这是大家的，因为咱大家拢是老师事业门上之落的这个地主其实呢，即件拢是相像的所以讲呢，这要安来做好着家己，勉励家己嘛希望伫咱会当足侪工作，互咱办袂了的当中呢，互咱赚得多多赚得多多，内在也修得多多，外在也办得多多若安尼呢，透迄个袂成就安尼咱逐工呢，拢无去互伊控告希望伊即个所在呢，咱会当真正好好把握其实呢，咱讲食苦就是咧当作食补伫你无闲的当中，嘛是会习惯的。你若食饱用用无用，你会袂习惯。你若无因惯势，你嘛无感觉你咧无用。若安尼，你的心念的牵见，你的心念就没有负担，你的心念就没有压力。你若无家己历练突破，跨过这一个门槛，其实有影咱今日做一天若36点钟嘛做无到所以讲伫修炼海道我拢感觉讲咱毋通袂认真，咱毋是为着别人心，各位前面敢是安尼？是啦安怎做嘛做伫家己遮啦你做可能你也袂互人，别人做嘛袂互人啦可能生死各自了嘛所以讲大家若会当有即种的观念大家拢做好家己，你甲看，这道有袂方便遮大的所以讲呢，咱一个观念毋是咧说别人的，拢是咧做咱家己的。那因为单顶伫顶一处呢，好势就是分享甲即个甲这段嘛佮再来呢就是讲即个自信人人本有即个自信。自信本呢，人人本有，因为大家拢有一个仁慈的心，有一个七分的心，有一个博爱的心，所以讲呢，这就是佛心，伫佛家来讲起呢，就是一个自信佛，这是咱家己，毋但是讲自信佛，这讲起是大家人有这人大家拢有的但是为虾米先好甲咱讲？咱伫道心变人心，伫人心变血心，就是因为安尼，菩提自心本自清净，但用此心。为什么要但用此心？而且呢，嘛有可能，互咱了解，应该是来到遮呢有所流失来到遮就是有无圆满的所在，要失去，所以讲呢，就是无圆满。失去了，就咱本来迄种因果道光所有的失去，所以讲呢，过去修行的人，千里风行驶万里求考关，踏破铁的无力处，其实要找着转去的路，变了，互伊会当达到究竟圆满，这就是修行的宗旨，伊无爱搁来轮回生死所以呢，过去诸佛菩萨，往我众上甘愿，伫往回跳落来，伫因果富贵跳落来。这若要相当有智慧你甲看，会当过好日子呢，拢毋免叮当了，过好日子安尼伊跳袂落来。等阵拢大家拢想讲看话落去，拢偌富贵但是过去诸佛菩萨呢，伊有安尼，就是代表伊有迄个智慧，爱当了解这个生死，互伊的自信本呢，能够安怎来，安怎转去过伊迄个位。这是大家有这毋是讲干咱送有尔，毋是佛有尔，咱是众生毋是安尼。因为过去佛未成佛以前嘛是众生嘛。咱来当效法了诸佛菩萨，相信咱嘛是未来佛啊。所以讲呢，咱有得了着这个道，已经受了因素一致。希望爱好好珍惜这个因缘。
啊若无，搁去互伊过去，哇，搁等12万9,600元，啊，迄阵咱搁有人参无、人参无，毋知，所以讲咧，咱既然大家拢有了解这个本性，要安怎来恢复？那当然咧，尊性就是佛，就是佛。那么咧，是佛是众生，你是佛是众生，是袂甲无一念之差尔，敢是安尼？一念之差而已。所以讲咧，咱当着代志，其实嘛是一念天动，一念地动。当着代志，咱会当伫当下内底去家己体会了解，咱的修炼有够。其实当下连去互境，甲人看见，就是无当下就是佛。那如果是个咧，当然牵扯不清。而这个世间毋是向右的，是向右来。外在的一切，生死咧扭去，安尼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所以佛甲众生是袂甲误。所以讲咧，咱不断有遮尔济帮助，是要互咱学习，是逐个切磋琢磨啦。要安怎讲照着即个学习，会当讲随时，因为这道理咧听，敢是拢相像？咱各位先生去到底咧听拢相像嘛？敢有差？拢是咧讲道这经义嘛？敢是？伊啊，你去到底甲听咧拢相像啦迄个，我拢是感觉啦当然为人举例角度不一样啦。毋过有参班，这是无法个体会。有参班就会进步。上届即马听就休息一下，后届个人讲的时阵，又搁用一下嘛不断甲咱鞭策，不断甲咱提醒，不断甲咱种嘛借着迄个因缘来，互咱的地位愈好，开启迄个地位，互咱的修道的三大地，迄个义愈好，地愈好。咱咧修行咧，其实咱会愈来愈进入了着修行的佳境。若如果咧，伊博士班的话咧，就有也好，无也好，咱来甲修。当然这义道远啦。咱若不断去接触、去体会，会当真正用心去修行学道的话，其实咱义道会愈进。当然，伫当下我当做会好，毋过你是自然状，因为你歹减少好的就会愈济嘛。所以讲咧，对于了着咱伫世间来讲起咧，咱这个道理会当去了解真假是虚。当然咱真知影啥物是假的，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因缘，啥物是短暂、无常、无奈。咱真大拢清清楚。咱会当了解到安尼了后，你慢慢去家理路人生一条路。啥物路就是修行路。会当好好把握。咱会当见功立德，因为修道毋是我一个人修道咧，不是啦若做个人就无公平安尼修道咧就是讲就是一定爱参班，要咱鼓励道亲，要安怎互求道的人愈济，求得道的人、学道的人愈济，这就是咱的责任啦，嘛是咱建功立德的不二法门嘛。所以讲会当好好把握啦当然迷误咧，咱会当伫这个所在家己理路，理路愈济，袂愈少，愈济，当然是幸福愈紧。所以讲咧，伫这个观无量佛经内底，甲咱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就甲咱讲，咱若是心是佛心的话，安尼咧，你就是这佛，你的心就是佛。你的心若是佛，你就会当做佛。伫这个所在，伫遮咧讲的心是家己的心，毋是别人的心。所以修行毋是咧修别人，是咧修咱家己。别人无成就，毋通咱家己嘛无成就咧。所以好势拢感觉讲，好学的毋对，大家会通对咧。安尼大家若要对好条，
我先讲的，毋是我甲恁招的。哦，啊，若无我甲恁招，你要跳我无法度啦。哦，毋对，咱就反观倒转来，我有想伊安尼毋对。那安尼毋对对，啊，我家己关照了，我下好家己我无，哦，安尼就哦会当保守安尼，哦，啊，所以讲呢，是咱家己的心去改变甲毋改变。咱的脾气歹，别人改咱敢袂好？咱脾气歹啦，啊，别人嘛歹，但是人改咱敢袂好？敢会？你食饭小声嘛吼，我枵到要死伫你吼，啊，但是台湾食甲足粗饱的，我嘛会晓。哦，啊，所以而且咧甲恁讲，哦，即个佛是爱向内心去求的，净土嘛是伫咱的身体成就，净土毋是伫外口。所以咱不是向外求，是要向内心去做调整改变。哦，咱去个，毋通想讲哦，伫外口，讲要找迄大尊粉呢，哦，迄个偌大尊哦，交咱身是无关系。哦，啊，咱伫这个所在，伫即句咧甲咱讲的，不要向外求，毋通向外求佛，毋通向外求净土。佛甲净土伫咱自心当中，所以讲呢，你心若是佛的话，佛的心，你这个会做。所以讲呢，咱就是一定要了着咱的心，了的，哦，咱若无了的，无可能成就。所以要调整，啊，什么是调整？哦，我这当然一件代志。但是我会当去感受到即个佛法的话，用即个佛法真理，哦，伫当下内底启发着我，互我会当压抑恶意动机，互我会当心心不离，稳定伫当下，是毋是？你就会去触犯着啦，对无？哦，当你当着的时阵，你有人心心不离、稳定的话，你了然。哦，了然于心啦，但是你不起依恋。哦，啊，佮再来呢，就是讲啊，心心不离，因稳定压抑恶意动机，即使你产生了一个好的心念甲不好，想改无你个法度甲挡袂了，无做出去。安尼是毋是这叫做压抑恶意动机？哦，我有起一个念啊，但是我还个法度达到。代表你的心还有法度互你控制的。你家己心内即只心高意慢，你也有法度能家己掌握。代表你头脑清楚，代表你心性用功夫有够。安尼的话呢，其实咱借着安尼慢慢去成长。你修道毋是按时间的，敢是安尼？哦，爱功夫的呢？哦，毋是听听的落人呢，你若讲无听听的吼，啊发生就去发生，啊袂做一个照做啦，哦啊会做毋知人做啦，啊你甲想，哦这沽名钓誉啊嘛，好袂使这，啊所以讲呢，咱必定爱心性用功夫啦，吼啊功夫一日一日，哦啊一月一月，一年一年，拢有咧提升。伫即世人当中，你就无白来的，这叫做修行，哦，这叫做修行，哦啊，所以讲呢，咱无论好甲歹，哦，都是我们成就的一点，哦啊，但是咱要去调整咱的心哦，别人的唔对，哦，别人的唔对是伊的代志，咱对，哦，咱无想讲哦，啊，互我真是经历咧吼。你若看卖啊，你经理就拢安尼，凊彩后面讲，啊后面说一个袂，咱嘛无法学伊。安尼我无法度，我毋知恁到底听伫底去。哦，啊，所以讲呢，这咱一定要家己去调摄咱的心。所以若悟了，你若已经悟着心会断恶修善，你就去改变啦。你若体会着啊，有影就对。哦，咱这脾气毛病哦，啊，这个性太歹，啊，这吼这无恶嘛袂使呢。哦，啊，你有去感受到了后讲会改，哦，像咧改分啊，吼，改分有人咧改啊，哦，啊，但是毋是随改起，
但是你有咧改，将伊有一天的你会成功，你会成功，你也免急啦，免急啦，因为好像讲过你放心，新道亲啊，足新啊，恁问下问讲，我呢嘛拢有咧听道理呢，太奇怪拢搁会脾气白歹，我讲你遮尔新的道亲，阮这听30-40单啊，我嘛照常咧彬彬变变，你这单咧听咧，所以互我就甲请教，我讲你安尼啦是会发生，但是你的感觉就是讲你还未听到道理。以前甲以后，你敢会小可打倒？你会去想，你无爱受伊的，会啊，我会想啊，但是会发出来。会想就代表你会打动啊。算讲会打动的变小，安尼才有进步啊。就以我嘛，先道亲安尼就足赞叹啊！你敢知影？咱这修甲老爷爷就还佫。遮尔济个点点滴滴无好个，所以讲诶，安尼甲伊讲，伊有所体会，就代表伊有进步嘛。无伊较气馁讲修道听道理讲听会起伊解毛病，我无感觉，我嘛是咧发生。但是你爱甲伊，迄个甲伊剖析讲到伊听了后，以前甲以后，迄个心的转变。伊若我都感受着讲我虽然有发生，但是我有去改变。伫迄个当下内底，我一定会哩，较早袂哩，即摆会哩，安尼就袂歹啊嘛所以讲咧，伫即个心来讲起来，真正啊，足歹修啦，足歹修。对我来讲啊，所以讲咧会当心断恶修善，会当平烦恼少无业，安尼就是好。平烦恼，透迄个人无烦恼的，有啊。但是嘛有足侪烦恼加烦恼，到迄个加烦恼，伊就袂改变啊。无法度水泡落地，都无法度修倒转来，你个烦恼敢有路用？无你个泡无过啦，后边较细面能够发生，安尼就好。毋是，但是咧改变，敢是？你若讲了钱，无要紧啊，了钱消灾得，莫想伤济，甲当做过去欠人的就好啊。无就已经钱都迄个红通向开着啊，无，敢会当去讲我无爱当，无可能啊，安尼免无要紧啊，安尼了钱消灾啦，安尼家己以后较会去注意啦安尼就好啦，安尼你就无烦恼嘛。你着减少迄个烦恼嘛，无人较无烦恼，所以讲咧，咱今日咧修行学道啊，当然就是要咱照着咱平常时听的道理来陶冶咱的心灵。当咱断着好甲歹烦恼，咱有法度通家己，若讲扫三心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会当家己平度扫这三心无过去心、现在心、甲未来心无。所以讲咧，当你有了解道理了后，其实你会减少着烦恼，敢是安尼？你若讲我拢无感觉呢，拢无差，安尼就爱做加强啦。你若讲到即摆有看较会开放较会下，代表咧，你就是减少烦恼，就是你有咧用功夫。你有咧用功夫，就是代表你听的道理，你有用心听哩，搁家行出来。安尼咧，即个道理对咱哪有作用啊？若无道理当然无作用。你拢甲听讲即个人够讲的，听咧够好听，干安尼听咧有代志。安尼起不了作用啦。讲即药搁仙丹你毋甲食了嘛无效啦。所以讲咧。咱会当断除了即个烦恼，若无真正会当断除烦恼咧，就是咱家己爱去下功夫，会当扫污名，当然啦，咱伫智慧若有开，迄个黑暗就愈少，就像咱咧太阳光啊，
乌音，乌音就是代表过去乌文早的就是无日头，所以讲呢，咱的无明就是咱的佛性，去互外在的一切声色、贪嗔痴慢疑，伫这物件甲咱覆盖掉的。所以咱所讲出来、所做的代志，拢总是偏离了的这个真道，偏离了的这个道德的。所以讲呢，会产生了着足济的这个无明。所以讲呢，咱若法度去体会，甲咱平常时所听到了无的用伫该用的时阵，你嘛敢面对着这个会当扫除着这个内心迄种的无明。内心若无迄个无明，你迄个佛灯就明咯。咱伫当下嘛快乐，敢是安尼？迄无明掠开，毋是别人咧艰苦，敢是安尼艰苦？咱讲起到离法，你为着一个人顾为一个代志，起到离法。讲一句较个，若是因为我拢就离法，恁煞咧离法，安尼是毋是恁较袂晓想？我着拢无该为虾米？我讲一句话，你着住遐安尼上界足久的咧，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就是伫迄个当下内底，咱就是要安怎家己面对掉去，安尼呢，咱会当无烦恼，无迄个无明，会使有佛光流露的时阵，伫当下是佛。那安尼你未来袂成佛吗？虽然咱真还袂死，但是嘛在世活佛。佛毋是别人咧做，嘛毋是世间咧做佛啊。希望咱当下是佛，希望咱兜大家拢总是佛，这个家庭内底非常的和谐。各位姐妹，敢是安尼？这就是咱话嘛。要化三宝，化这个三宝为联邦佛国啊。佛的意是伫遮呢，佛的意毋是讲我今仔日大家着安怎伫这苦海安怎艰苦不管的，倒若死会做佛的，无迄个道理。就咱伫在世内底虽然是苦海，但是你会使讲逐工呢，拢非常的正向，非常的快乐。安尼呢，伫在世虽然是人间，毋过咱像伫天堂共款。那安尼百年啦，你当然就会当进入了这个佛国，因为你清净无碍嘛。佛就是清净无碍啊，甲佫有点点滴滴，哪会去修？哪有法度得去？所以讲就是点点滴滴，咱一定爱修。修呢，互伊会当成立，但愿初心直了成佛嘛，所以爱修那么呢，灭了身体迄造业，哇！伫这世间有影，物件呢看着无看袂爱，看着足大，敢是安尼？迄个算讲也无欠，是无欠但是今仔日拄也无代志，道中也无代志，厝里也无代志，来百货公司行行看看，迄当时嘛会看着教义的，毋是欠着看教义安尼，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咱容易呢，就会去互伊高兴，互伊高兴，所以讲呢，你有了伫这个业了后，就是会造业。所以讲呢，这个轮转门就是对无明业造业受苦，这轮转门不断啊。咱的心敢捌清明过？敢捌？你困敢有清明？不见得咧迄个做梦做假安尼，所以讲呢，咱当然就是有种种的这个利益、义业、功业，所造成的这个业报，所以讲呢，咱伫这轮转门要安怎互伊变成方便？就是爱断除的这个无明，你就会学，你
你就会受到这个业报。啊，这就是咱修学道爱来调整改变对轮转门甲伊收回了的这个还原嘛。安尼呢，咱就会去不断的做业。所以呢，咱若身体起息做业，咱就是六道轮回转。六道轮回转来讲起，就是我当超生了死，你搁以四心六道嘛。当然以四心六道来讲起呢，搁有一个气天界，即叫做天界，搁有人道、阿修罗道、三仙道，但是究竟拢是四心六道内底，嘛是真辛苦。咱感觉讲好业人会做好过嘛？可以显现啊？无。奇怪，我甲看恁就是好业人，才知影。无咱用看咱就不是用印象的嘛。如果咱大家拢是好业人，咱就知影讲好业人也艰苦。安尼吼，因为你是用迄个意识在看代志哦。是啦，就是因为就搁安尼啊，就是搁安尼啊，所以讲咱有好业无好业其实嘛是苦啦，但是来看啦，为人好业莫讲，为善良人你迄伫迄个 FB 嘛即马大家嘛是讲应该是迄种网红就是出去咧录影就咧拍片会当因会当做讲片嘛安尼，伊去到迄山顶就有一个太太伊就是去山顶彻查啦结果迄采访人就甲伊问讲恁哪会无爱伊算用没有的顶伊讲无钱无钱所以爱去彻查，转来领薪水，转来煮饭，转来用啥物就对啦。所以转到因厝了后，哇！伊有一个查某囝，何先生一个查某囝入得来，因老母搁较急，安尼迄个家庭你甲看，咱各位先生，大家合作好，但是嘛无遐歹吧？所以讲咧，伫咱世间来讲起来，无好诶人就是，所以讲咧，咱伫当下当去感恩就好，你就袂遐艰苦。无咱做人嘛是有艰苦诶所在，所以咱咧修行感受道理，咱就是要离苦得乐啦。因为咱了解伫即站诶道理了后，来释放着你内心诶迄种诶善恶，互你达到清净，其实你就是离苦得乐嘛所以讲咧，伫这六道诶轮转咧，其实嘛是真辛苦啦伊有无尽诶烦恼，安尼咧就是众生，叫做烦恼重生，叫做众生。所以讲咧，五业甲迷业，伫即两关当中咧，就是咱要安怎去家己做一个体会。伫咱修行学道咧，要安怎众生甲即是佛，这就是咱要做诶区块，咱要做诶区块所以讲咧，修行是心中用功，非心外，非心外求啦。所以他我咧讲，毋是去外口找佛，毋是去外口找净土，是爱伫你诶内心用功夫。你诶心若无改变，对不起，你袂当成就天堂。你心咧若改变诶话呢，你就去恶上善。安尼呢，咱就会当当下进入了天堂。所以讲，这个天堂，如果咱有法度守住自律持律，就是无去互任何影响。咱改变好诶了后，无去叫伊流失去。爱当保持伫这260中呢，拢是非常诶欢喜快乐诶话。安尼呢，咱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佛国那慈悲呢，这是观音
那么咧慈就是互人快乐，悲就是别人的苦，应得解脱啊，这叫做慈悲。所以咧，咱拢伫道中讲慈悲慈悲吼。那么慈悲慈悲呢，慈就是互人快乐，要安怎互人快乐？互人钱，敢是？你敢有遐济钱？无啦，无遐济钱，嘛毋是讲钱啦吼。当然有艰苦的人，咱会当施舍，但是有限啦吼。当然咱会当施舍有困难的人，当然伊当下呢，嘛会当得到纾困嘛。那么伫遮厝来讲起，也就是讲对人施光加热，安尼人才会欢喜。所以讲咧，人咧讲，今仔日咱来到即个道中呢，即使是讲体育班、啥物班不管，今仔日你若无担定着任何的工课，莫讲班啊，就反正道中若有活动也好，啥物工课也好，不管啦吼。咱虽然是无担当着当日的工课，但是咱会当出来了后，有熟悉无熟悉，你若安尼家己关心。你就是互伊更加热啦，无他有一寡新道生，讲去恁道中有够好个，大家拢足好，你甲看卖咧，是更加热啊，这就是慈嘛，互人快乐嘛，互人快乐当你甲笑去，伊嘛甲你笑倒转来，像你敢惊咧，人嘛甲你惊咧，较有差无差，人讲就迄落当晚安尼时来时去，所以讲咧伫道经内底呢。应当需要，这就是慈啦，就是慈啦。所以讲呢，咱来到道中是更加热。当然，咱过去捌讲的范讲师伊讲的伊转去游天堂的时阵，伊当去发现着一件代志伊咧看功德池啦，迄功德池有做的，拢会采一摆下，你定是做啥做啥。伊就讲安尼也有功德啥物代志呢？因为我有讲过啦但是都讲啦伊讲陪人食水果啦，安尼即个工程敢有？即个工程敢有轻松？有啦所以讲若迄个陪人食水果的大家拢来食无要紧迄是讲有一工伊是从比一个啦，像咱个体育班啦伊有排着工课啦，有排着啦，结果混一个，有可能大只仔囝去试咧，去叫困去嘛结果来到分堂的时阵呢，伊的工课已经有人牵线顶替去做啊，安尼，伊就无代志嘛无代志的时阵呢，伊就讲咱迄个客厅内底。当然呢，拢有切一寡水果物遐，伊就看着这一寡这长青新长青，伊就去甲因招呼，甲因打招呼，甲因关心，安尼请因落来做伙伊食水果，甲因按安尼就对啦。伊讲安尼安尼讲有功德啦。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要建功立德，真正爱来奋斗，敢是？要成功了后爱来奋斗。修道是去到地方安修毋是讲今日来奋斗爱较乖一点，若出来凊彩外面，毋是安尼。修是任何的地方都是道场，但是咱咧了演就是爱来佛堂，无来佛堂靠关靠工课公司。所以讲呢，有机会咱来佛堂的话，其实佛堂足济啦要做足济啦，但是。落来，你若讲无班无啥，若来干那咧清洁，你就做袂了，敢是？所以表演的机会很多了那么比别人的苦，比别人的苦，那么别人的苦的时阵呢，亲像咱讲去访亲也好啦还是讲碰着道亲也好啦还是讲有熟悉无熟悉啦就是讲因有碰着新的苦。或者是环境的苦，尤其是咱若阵出去访亲，都碰着道亲的伊，碰着迄个难点，咱就会用道理来讲理解啦道理听着伊有啦，
心情拢较好啦。所以讲，咱若去访亲长亲拢足爱你敢知？尤其是伊若碰着事，你去安尼甲伊分化一下，伊减较少，伊就感觉讲哇足好。伊毋是啉凉的心情好，是因为感受到道理了后，伊心看较开放较好。这就是绝对兄弟姊妹的苦。所以讲，这就是定解脱，定人解脱。会当互兄弟姊妹当下解脱。那再来呢，就是讲，应心32，也就是讲咱观世音菩萨呢，伊32应心用无同的化身，为着度众生，化无同的身份去度化。亲像过去咱佛道呢，伊过去世为着度人讲嘛去地府为着度人化作迄个生理人啊，化作啥物人啊，化作啥货人。所以讲咱甲看搁浅显，为着要度人有哪叫人去游览？化身，化身，就是化身毋对吗？无你去度伊袂对啊！像迄个夜景伊就叫人去骑脚踏车，因为足辛苦咧，足无爱佚佗，但是无法度。无咱叫人加减仔佚佗，叫人建立一寡因缘，但是这广结善缘，由不将来，咱也毋是伫别人的心上底有啥物啥物理啦？咱的理是要互因道修行学道的，这上好个相信咱各位前贤呢，咧度化兄弟姊妹，大家拢有用心啊。你感觉伊有需要，还是爱安怎？当有法度人从那一个门槛度化到他，相信大家拢会去扮演着这种的角色。这叫做用心。要度啥物人，化做啥物心。即摆来遮呢，去讲个民国47年的这个巴基水灾拄好互我当出事去当无到进前啊60几担安尼我咧个找着安尼写，查看卖。那当然，伫这个所在呢，伊就讲伫迄届这个巴基水灾内底有一个人，有一个仁兄因已经这个厝呢，有几代拢拜这个观世音菩萨啦，足诚心的，就拢定安尼甲伊拜甲伊供奉安尼咧拜。那么拄好伫即当的时阵呢，拄好巴基水灾啦，伊就想讲伊也袂惊啦，伊就想讲就到时做水灾安怎的时就来叫观世音菩萨来呼请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来甲救所以伊就无惊。所以我讲，打开始的时阵迄水迄个淹到脚头啦，结果呢，就有一个原住民搁有一只白人要来甲救就对了，伊无来，毋是观世音菩萨嘛，伊是呼请观世音菩萨，但是毋是观世音菩萨来，是一个原住民，就搁一只摩托来要来救伊，伊无来。那么水呢，到尾还搁下咧淹，搁咧淹即摆搁淹到伊厝顶去，即摆人怎安怎呢？怎叫一个直升机但是直升机搁来伊嘛无来，因为是观世音菩萨安尼即摆搁咧淹，搁下咧淹到已经等于到平汤人有迄个救生员，搁迄个摩托来到遐要救，伊搁毋会，因为伊是观世音菩萨你看这个人足坚持，你感觉那么伫迄个时阵呢，迄救生员都甲讲无合理讲无合理，他我当救无要甲救伊就无爱因为伊是观世音菩萨啦，安尼讲无合理等甲救着。
所以讲呢，伊就过一段时间了，水退啊，伊就对因兜100迄个观世音菩萨的佛像伊就甲伊记起阮安尼即个家庭几代，安尼足虔诚，安尼伫甲你供奉礼拜，即家己做水早的时阵了，好请你来甲你就拢无通，是对啊，安尼啦，迄因讲观世音菩萨就来啊，伊甲讲哪会无？我第一摆化做一个原住民要来救你嘛，第二摆化做一只直升机来，你嘛无来啊，第三届当救生员要救你的时，你嘛无爱，是互人甲伊讲落去了，才救着你安尼啊，伊就爱甲讲啊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也就是讲伊用心32啦这应该大家真容易就当去体会因为咱伫中其实大家拢总是安尼咧做嘛，安尼咧做，所以讲咧，咱就会当了解。所以讲咧，为将说法当然用32心为将说法，说法嘛是要救助众生啦，救助众生是你讲法好听，还是亲像讲人挂伊窟仔，你用手用啥物去甲伊救？同款的意思。那当然，安尼来讲呢，就是要解众生的苦难。咱搁浅去度人，敢是即个心？是啦毋是为了点击啦。大家拢会感觉讲，无是咧做业生意啦。定定咧讲点击的代志。安尼大家就拢会有即种的想法啦。其实讲起来，我感觉讲当然点济，互我会欢喜，但是互我欢喜讲遮济人得去，互我毋是讲数量较济。今日如果讲你若是讲哇安尼点遮尔济你会欢喜，你毋是讲遮尔济人得去，是你咧看着遐尼要爱迄个数字，那一种心。对不对？所以讲咧，有个人讲，点仔这套路，你啊嘛体育班啊，毋是拢这啦，甲上上到影，你冇影咧，安尼毋免读啊，就当收钱食饱咧，就拢要听着你就好啦。那么伫这个疫情以来，为什么诸天神神诸菩萨呢？伊佮特别伊的培训就是叫咱来看印度，因为天是顶极，因为即处得道嘛，当应于即个三草普渡，以三草普渡，伊是一个应运，白羊起的应运，伊的应运就是有时间性的。像咱真到尾强要分甘仔人食嘛，因为除非讲一寡动起来，袂即摆甘仔就平时，哪有甘仔人食？那么咱即摆应运有法度得道，这嘛是有时间性。那咱就救了观念，伊都有救道的权利，所以讲咱就爱用责任互因知影。当然，咱讲因伊是因的代志啊，家己去承担嘛。所以讲咧，咱就是讲一定爱讲引导啦。咱若甲想，甲咱求着道，功德大甲小，拢深软如绵，往生弥勒净土这真诶对。真诶呢？咱甲想求着道就遮尔好啊，那安尼咱敢会当无好求着道？你无好求着道，种下迄个金刚种，伊永远都无法度成就。你有甲种诶，伊就有迄个因缘啊。上界袂讲未来世，伊个会当交命运结。当然，咱有不足诶，就是讲咱多足济人。当然，咱无够迄个无够迄个啥呢？迄个积极，甲迄个人全部拢搁去甲因度化。这个度化人甲成全就对啦。这就是咱的不足。当然，咱会对这个方面去加强，度人成全，度人成全啊。老师讲的道理恁拢安尼度人毋成全嘛，拢成全去度无成全嘛，安尼袂使。
啊，所以讲呢，毋通讲，咱伫国祖内底，讲明伫国祖内底，如果有都来新道亲，咱一定爱着名单出来家奉亲。保证安尼感觉，真正啊！哦，你去找伊，伊若到时，咱有话讲呢，敢是安尼？会无到时无话讲呢？哦，啊！我听你拢无讲，阮昨天嘛拢无甲你讲，我嘛毋知影。哦，啊，为啥你一寡道亲，咱有去找伊，有去讲道理好听，伊会出来？代表伊就是咱去找伊，以前伊无了解，讲爱去出来。当咱去找伊了解道理，互伊知影啊，哦安尼呢，哦安尼听听来感觉讲袂歹，你甲看卖咧，哦，啊就会当出来参班，这敢是咱的一个。哦，啊所以讲呢，就是讲渡人成全，你一定爱伊，哦一定爱伊兼备就对啦。万讲有啊人无多，啊结果呢，成团有影拢无去人成团，人拢颠倒为主，点着啊拢袂来找啊。哦，啊，所以讲呢，伫斗产呢，当然爱减少这种经营啦。哦，啊嘛希望就讲咱干部要去执行这个区块。哦，既然手底有名单，咱一定爱去后壁去甲伊封亲。敢是安尼？哦，你有去封亲后，甲伊有成就啊。你讲，咱讲真诶，去封亲甲成全后，甲伊当做人才啊。因会当做大人啊。伊以后会参考啊，啊，袂参考要就对啦。毋是时间到啊，后来迄个大个普遍8月20参考班，无人来报名。毋是咱咧开起个鱼摊呢，参考呢。咱要参考就无简单啊，别人要参考相像啊，哦，这就是爱超前部署呢。敢是安尼？你无超前部署去甲伊鼓励安顿，互伊更加去了解，开玩笑。哦，伊若向阮讲打球道吼，咱咧甲听讲向阮球道讲，就别食菜，咱袂惊啦，因为拢无听过道理，咱会惊。但是有人因缘足好个，有啦，是讲无啦吼。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或是拢感觉讲，既然得到道就会当安尼话，咱一定爱有因缘爱甲伊度化，哦，一定爱甲伊度化，哦，度了后，咱一定爱甲伊成全。哦，莫讲啊，就电到个啊，就煞去啊。哦，啊，因为迄个立宪，伊伫旧年吼，搁去参加一个啥物团体啊？迄个返老还童啊，哦，返老还童哦，这是当新的名词吼。啊，其中有咱伫遐做，伫遐咧。做这工带就对啦吼，安尼。啊，所以讲呢，伊今年新年有渡几虾仔来，啊，渡几虾仔来呢？哦，啊，因听三宝了后，感受拢足好。啊，所以讲理性呢，哦，就伫遐甲因鼓励、甲因哭嘛，因为佫真侪人无求到，哦，啊，听伊讲，啊，就苦咧吼，10个明仔载要去找因啦。哦。啊，这无运作没有呢？敢是安尼？哦，啊，这一定要有人安排，无人安排袂家己成就啦。咱安排的人、烦恼的人会人讲就有影。啊，大家看安怎搭配嘛？总是事一定要有人去安排。哦，啊，所以讲呢，这就是咱既然有，啊，咱来好好珍惜这个因缘，要安怎去开发。哦，啊，道亲，哦，咱过去前面讲，毋是咱古镇亲，是咱说啊无够干。哦，啊，所以讲呢，咱未来对有了的这个区块呢，当然就是爱加强。哦，所以或许咱亲身体会，真的访亲这个区块一定要做，较辛苦啦，我嘛知。但是你无做，就是安尼。哦，按照表操课，哦，有啦，按时间到，按联络，我定时吼要用啥个联络拢会安尼，啊，就大家好，咱会感受足好个，你若搁去找伊，相信伊会借迄个机会搁较紧爬来，
伊感受做好，当年就一个月后，叫来去请伊出来安尼尔。你要你定时扶，才会收。所以讲呢，咱就是要安怎讲？尤其是伫干部，咱一定要去注意到你家己的管区内底，啥物人伊咧听道理，有咧笔记啦，足认真啦。就互你安尼感觉起来好，伊今仔日来安尼信心满满、欢喜充满。即种的恁就一定要甲登记起来，然后赶紧的联络方针，找伊的因素做伙去，安尼打铁趁热啊！所以讲呢，这咱若无去做呢，其实较困难，要成就那日子嘛较困难。敢有找几个拢无人栽培，无人去甲伊提醒讲某个人司机，我想要来学你前呢。咱各位前辈，敢有先着先安尼甲恁讲过有无？你想知道咱到有当着？无我无当着咧。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爱这个力道呢一定要加强，力道要加强，咱一份的经验就有一份的心血感，虽然是辛苦，但是你会成就的，所以讲，伫这个所在呢，咱去讲到这个点线。当然，这是其实是咱的使命啦。伫道亲内底，人无来是因为咱无够，咱无够去引导啊。家己责任嘛，这嘛有啦。当然有迄种伊的甲招伊嘛，毋是无啦但是咱若讲道场尽到道场的责任，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安尼后摆较袂有当底骹位大家嘛较好交代所以讲呢，这就是应心32为众说法，就是要解众苦难，众生有感，菩萨有应，这个感应都高那么当然呢，众生伊有善因缘的感动，善因缘的感动。菩萨伊就应的。那么呢，伫这个感应来讲起来，毋是用透过个啥物物件，互对方呢伊有所了解这个感应的意思是安尼伊无透过像咱举手机你靠后闪，毋是安尼就是讲无用着任何的物件，用你的念力。这样的感应，但你诚心的感应，感动，佛他就会应。所以讲呢，咱讲何福无门归因自教，咱讲这个讲啥？人间事意天天有余啦，这个。来呢，所以心捌有点暗时开心，迄个心捌有点。咱就甲看，咱的感觉上，伫这个空间内底，伫鬼神来讲有矛盾，但是为什么伊善恶内底到最后有分判？当然，这个是因有所感应到人的善以及人的恶。当然，而且你讲的菩萨的感应。是感应了令兄弟姊妹有这个善缘的感动，伊会应。所以讲呢，咱伫当中呢，如果讲愈诚心愈法度去感应，互诸菩萨去感应去，你家好请真正有毋是无？各位先生敢捌当着安尼？敢捌听着？毋捌当着敢捌听着？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搁有一句啦，讲天公听无人，这个就是感应感应有啊，这就是感应着，咱人有善缘，天必有情嘛，伊就是感应唔着，伊毋才有法度含爸爸。其实伫道场呢，真济啦，真济啦。
咱久年无发生着，但是浅显大悟的，哦，即种有所感觉。你讲有看袂得，你讲无，唔相信。所以佛法吼，即摆咱要来讲一件吼，这是佛法迄阵啊，拄啊好去做兵嘛，啊去做兵的时阵去分着迄个化物式吼，是无限的，哦，无线是有线，有线的哦，无线的啊有一届拄啊好要出去演习，迄工拄啊好下着某某细雨，毋是意当演的，下着细雨哦，啊要去演习嘛，啊伊迄车电台车爱看窗户，佮下当爱用伪装草。啊，其实迄个豆吼，咧食饭的时阵很奇怪，一个目睭皮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啊，你甲烧吼，是讲烧看你说无效，共款咧抓。啊，共款咧抓，咱就尾仔想象的，因为咱世俗就是安尼嘛，后面讲目睭咧抓有好有歹嘛吼，安尼。啊，当好甲歹，我嘛毋知啦，毋知影好甲歹啦，但是伫迄个头壳内底，那你想要去下 S 腰带啊？做兵有 S 腰带嘛？哦，安尼。啊，伊个 S 腰带吼，就是两个瞳孔交连的。啊，伊无法度伫电台，其实拢平常时也无轻浮啦，毋是拢免跳兵嘛。啊，无轻浮吼，迄 S 腰带甲蛋包吼，拢毋是迄个蛋包呢。毋是蛋包饭哦。是迄书上咧用的蛋包饭呢。哦，安尼，啊，拢放伫迄个做考量吼，迄饼干啊，伊用箱仔顶的嘛吼，啊做，阮拢甲用做迄个咧厝门床的迄个开啦，咧开门床房啊，啊想讲一直咧下迄个S腰带，啊想讲到底是下较好还是毋较好？尾仔家己抉择嘛，讲啊，较既然安尼，就安尼是如是否都够啦，哦，那因为。下 S 腰带的代志嘛，无法度啦，啊，尾仔好照这个意念吼，去找出来，说伊有死啦，啊，倒去个拢无刷粉啊，去敲台啊，就啊，就下咧，啊，就出去靠伪装草，啊，转来到车站的时阵，到车站的时阵呢，因为迄一台车的距离拢一盘啊，拢一盘的嘛，毋是足宽。当然，这盘啊，你若雕工，你知影要甲跳的啦。当然，你会家己一定安全，你来跳嘛。好，那么好安尼就是讲，换口转来就怎自从迄伪装草甲害去迄个窗户的顶悬。啊，因为伊车的后斗伊是有关啊，有关，但是两边边仔酸啊无酸，毋知影。咱就想讲有条的无问题啊，袂伊家想讲酸后有酸无酸啊，啊就爬去的时阵啊就安尼厝啊，即边厝即边厝，啊厝到要好的时阵迄个后斗开去破落，互我无搭着啊，无搭着迄个后斗嘛，迄个时阵拄好湿的。迄个瞳孔拄好去跨入迄个棚间的顶悬，骹无来物件，互较甲袂落来，伫遐感谢天，上天慈悲。啊，无你若讲伫无意之中内底去摔落来，后壁个车来呢，毋是无呢。互我讲一盘啊，但是你若讲我真免跳咧，有可能 OK。但是伫你无意当中内底汹涌过你会倒下来的时阵。就无共款啊，所以互我毋通讲压袂落来的时阵，真正压袂落来，你爱感谢上天慈悲，就是要发生即个代志啊。啊像即种的，即就是无透过了解任何的物件，但是互你有所感应，当然这就是就是讲所谓的感应就是即个意思就对啦，就是即个意思。即足侪人，咱若相信甲相咱逐个一定拢会有当着过啦，拢有当着过，所以讲，即个感应就是儒家，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千处乞求千处有，
应化六道，应化六道救度众生，所以讲呢，这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呢，为什么众生有难，菩萨就会用呢？为什么？因为伫佛经甲咱开示啦，伊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敢是？即句安尼敢看有？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啊！因咱讲一本上满俗嘛，咱讲一本上满俗，咱讲对人为有极理天来，你看会到的嘛是讲天地所孕育的，是咱道所孕育的。所以伫清净经来讲，大道夫人生育天地，大道夫人运行而我大道夫人养养万物。我不依其人，共命法道。所有的物件，拢总是由道而生化来的。安尼咱才有共同一发心，才有共同伫即个法界内底，就是讲啊说无我意义，无我，所以佛如来讲不一定。所以讲个意思就是讲，咱的缘拢是来自道就对啦，无论你去看会到袂到的物件。各位先生，你敢有意会到？敢有意会到无？有啦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讲众生有难，菩萨伊就会用，因为拢总是共同一发心，嘛就是亲像咱为虾米讲？去度众生有熟悉无熟悉，只要就是讲，就是讲，毋是亲情，毋是朋友，但是有碰面，有迄个碰面的因缘，你着甲伊度化，因为咱嘛知影伊是佛性，咱嘛知影伊是大好年的分灵化性，这是指人来讲啦，所以讲个菩萨，这个菩萨就是众生心中的菩萨。众生就是菩萨心中的众生，所以讲伊是一致的，无分的。所以讲你看，为什么比较国外度啦？伫台湾，毋是咱的亲情朋友，咱拢爱去甲伊度化。而且去到外国，毋是咱家己的本国的人，为什么爱去甲度化？因为咱拢是老母娘的囝，拢是老母娘的囝。既然拢是老母娘的囝，就是有义嘛。所以讲呢，咱伫即个大道普渡的上的经营，129600年当了一届。所以讲呢，大家无为之为，无论讲有亲情无亲情，然后有迄个因缘，咱就拢想要去甲度。其实即句的意思，就是教咱进这个意思，它是一样的。你现在有想有无？想有无？即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想即句敢想有？也就是讲，咱的来源拢总是来自于道的，道咱上共无别意思就对啦。咱拢是老母娘一辈之主嘛。这是咧指讲，咱今日人其实含前世嘛是一辈之主，敢是？因为有灵性啊，迄是无小心叫走入足神道去尔。伊的佛性叫咱佛性是小声尔。伊的佛性叫咱佛性小声来自于天啊。咱今日用的这物件，这咱讲伊无生命的物件，这不来讲起来，拢总是对土地起来嘛，敢是？所以人食土，咱食土行土，是因为咱食的甲用的，拢是对土骹起来。那么对土骹起来就是上天伊应予天降温度界应予地在之温嘛，应予互伊成长，供养咱人来食。
啊，有这物件嘛是老母牛所应运而来，嘛是道所应运而来，所以讲对头到尾是一贯道，它是一贯的，没有分的，哦，所以迄讲在甲咱世间道有分讲牛他，那以先天为虾米咱大家都讲咱，哎，其实咧讲即句吼，是意思是讲无分你甲我安尼啊，哦，啊有当时啊咧讲咱有哪会说伊呢？嘛讲咱好诶。我咱安我，所以毋是啦，迄个是，那道中诶，可能大家知影艺术啦。哦，啊，你从心得清，伊才会知，到道中啊是咧用啥呢？哦，讲咱某。哦，咱太太，哦安尼，所以讲该分诶是爱分啦，哦，莫即个是奇怪啦。因为你可能即摆咧去跟那个颜色法抵触吼，造成足侪个误会啊，加迄落个安尼有可能嘛？啊，你都该讲啥就讲，这是阮太太安尼就好啊，到啥？哦，你虽然这是阮太太，但是嘛是无分啦，对哦，毋是讲我讲安尼了，就是讲交你有分啦。哦，啊，咱嘛是道亲啊，咱是安尼哦。其实哦，这有人家咧，这个义咱一定爱去家体会。那么呢，观世音菩萨心存慈悲，哦，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那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名称而已，毋是一个人。你若心存慈悲，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哦，那么呢，为众生来破迷开悟，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咱毋是讲，哦，我观世音菩萨一定通做业，无观世音菩萨啦，搁有。你若照观世音菩萨的所行所做的方法去做，你当下就是未来的观世音菩萨。这句咱听有啦吼，咱听有啦吼，所以讲哦，我来讲一个笑话啦吼，这个是从三世佛甲共同去发生吼。啊，就今日啊，就讲猪山伫遐食饼，吼，啊食伊就挂一块伫涂骹，吼，啊伊就捡起来食，敢是安尼？哦，结果迄个蛋吼，就讲妈妈，啊你为什么那个饼干不要给蚂蚁吃呢？是讲你挂伫捡起来食，啊伊想讲你太无爱互迄狗来食，哦安尼，你甲看卖人无分的哦，无分的哦。所以讲吼，伊就有一块，可能倒啊顶，无一个啊讲妈妈蚂蚁不吃呢，我来吃的，其实是爱食啦吼，靠迄个倒啊顶，迄长生狗啊生甲坐搁囥个就狗遐个啦，去骗啥？我干安尼吼，环境就真正歹吼。这笑话啦，迄童言无忌嘛，爱无心情，啊你讲就笑笑就好啦吼。哦，这叫做共同一法身啦吼。虽然你是狗猫，但是哪会用饼食安尼啦吼？因为伊妈妈无用，迄狗伊迄饼无分狗来食，伊有意见啦，吼，你讲明个。所以讲呢，慈悲即是观音，啊，所以讲其实咱今日未来要成就呢，也就是要向这个观世音菩萨相向，心存慈悲。帮众生来离苦得乐，为众生来破迷开悟。其实当然咱真诶工作，就是讲安尼咧做啦。所以讲念佛，拜佛就是一定爱学佛，敢是安尼？毋是讲你听这个念，迄个做个功德礼，做个礼佛，安尼你会成观世音菩萨，不可能哦。你若如果讲你拢无去礼佛，无去上经，你拢照菩萨安尼做，你会做菩萨咯。所以讲咱爱好诸菩萨的行仪啦。未来你就会当成就，你就会当离苦得乐啊，袂带遮艰苦。那么呢，喜舍是世子，就是大世子菩萨。那么呢，伊是这个喜舍，喜
就是欢喜形成，欢喜形成像咱大家共款啦，有话好话啦吼，也要出钱，也要出力，也要出时间，也要出精神，吼，有话就付出奉献，即叫做是行善，欢喜行善。搁一种就是欢喜别人行善。就是讲迄个人较糊涂，咱大家拢甲学了，敢是安尼？伫道场，伊为着即个道场无畏的付出，牺牲奉献，咱都甲伊赞叹。咱这种有做大人嘛伫道场打扮助道的工作来讲起来，会使讲相当的不错，咱拢会甲伊赞叹，即叫做即个合众人欢喜啦。咱会甲伊赞叹，安尼呢就是喜，欢喜家己行善，嘛看到人的行善，度足济人，度比咱较济，做比咱较好，咱搁会欢喜，所以讲咧助人离苦，这就是欢喜，这种助人离苦啦，所以讲咧咱会当去出去访亲问道，还是讲道亲来到遮。咱拢会要甲伊宣传，就是要帮忙伊，离苦得乐，要帮忙伊离苦得乐，这就是喜那当然呢，听容易做曲难啦，听起来呢，这样听起来足简单呢，要做安怎简单呢？毋过咧做困难，为虾米？因为咱人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那么也就是因为安尼呢，这就是咱人人的根本烦恼。人的根本烦恼呢，也就是讲咱抑阁有即种的暂时啦，但是当然毋只是讲，毋是讲大家拢有啦，只是讲普遍当中呢，都还有这一种的暂时，叫验着。毋是伊本来生出来的有诶，去验着，因为伊生出了的这个四心四心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伊就见不得人好，真正呢，后可能迄个拢第一名，我就想要甲伊活落来，所以见不得人好，因为伊起一个嫉妒的心。一个赞那个心，看到人比咱较好，会不舒服、不服气。但是现面就是安尼，但是咱今日去修行学道当中呢，咱甚至会当亲像大势至菩萨安尼，喜舍伫喜内底看到人的好，你甲伊赞叹，袂当有这见不得人好的心，起嫉妒心、障碍心、不服心以及不服气，袂当安尼所以讲呢，有当时会感觉这是因为家己啦家己私隐不止啦，因为比人较无好是我家己私隐不止，自怨自艾。咱毋通家己无肯定家己，看衰家己。因为做些代志，咱讲真的，毋是每个人的世事因缘，有的时候有好跟坏。敢有讲伊度人拢，逐个拢度拢有足侪人？无啊！咱敢有可能讲永远拢无去度着人？是讲济较少啦，济较少。这随顺了解这个因缘，当然呢，随顺因缘。随无而安，大家正到迄个心去甲伊做，咱毋免自怨自艾，但是该用心的当然爱用心啦，有用心就有啦，那么当然呢，有了解这个有了解见不得人好，就亲像咱讲的三角恋爱你得袂得，我嘛无爱你得啦，夫妇的，就是伫遮讲。想破坏他，因为我著既然带袂着伊，但是我嘛要互你无法度去带着伊啦。所以讲呢，伊会破坏，会
会惊讲吼，伊去带着伊会比伊佫较好。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别人的好，毋是代表你歹呢，敢是安尼？是因为个人的因缘。有当时你的成绩无到遐，有当时有人的成绩有到遐嘛。有可能别人的成绩无到遐，你的成绩有到遐，这个都不一样，不一定啊。毋是讲迄个别人的好，咱无比别人较好，就是安怎？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嘛。无你想讲咱兜有钱来讲起来，你看人有钱甲嫉妒。咱生嫉妒的心要用啥？咱伊过去世啊，做足侪善因缘啊。咱即世无像遐好业，就是咱过去毋知影积功累德啊，毋知影报喜啊，所以讲诶，咱会不如人。所以讲人好有人好的因缘嘛。即嘛毋是讲别人的好，就是代表你的歹。对无？你嘛有某一方面足好的所在啊，无可能样样啦无可能逐项拢一定比咱较好啦。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毋通讲人比咱较出色，安尼就是要甲伊浮掉去，袂当去甲伊言动肯定，安尼呢这样就不好。幸灾乐祸，乐祸。这是人的通病啦，毋啥讲倒数啦都有暂时，其实这嘛是咧讲科学噶，这嘛是咧讲科学，有了解这种这无好的心，也就是护法即马的心，所以讲呢，照着安尼护法呢启发着家己，要安尼甲这物件慢慢甲伊平衡掉去，会当到后壁会随时赞叹。修的是功德，敢赞叹有功德啊？敢是安尼？互人有一个正向的能量嘛。当然伊做好，你搁甲赞叹的，伊会搁愈努力，敢是安尼？你若讲伊甲有度人来学了落去，伊搁愈有度人，你敢有功德？有啦，嘛有功德啦。袂当讲要甲比互落，不要这样。你较好要甲伊比互落，不要这样。因为别人较好，毋是。咱无好，因为一段一段，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讲呢，这也就是讲大势至菩萨呢，伊就是有了解这个喜舍，有喜舍。那再来呢，就是讲下欢乐，执着梦想，分别，爱想。咱头拄仔讲的，讲咱人有无尽的烦恼嘛。无尽的烦恼无路用啊，有的烦恼是假啊。咱讲水破落地啊，你烦恼嘛无路用；遇着代志啊，你烦恼嘛无路用。唯有就是你面对现实，要安怎甲即个代志解决落好，互伊以后佫袂发生，安尼你就无烦恼啊。那么你今仔有这个烦恼，你有点滴滴的恶因缘。当然，讲起你过去做下的因缘，袂当怨天尤人。你嘛免为着这烦恼，足侪代志拢是咱烦恼。人讲，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是咱想这个。人讲无闲就上输嘛。爱是想讲人讲要害你嘛，奇怪啥要害啥？但是你也一直安尼想的话，你家己烦恼就来。所以，我有当时感觉讲，有当时想讲，我变烦恼，因为安尼讲有代志毋是安尼。咱就倒遐好，安尼想，安尼斗骹、斗手、斗甲有一件代志，安尼倒遐咧心咧烦，咧困袂去，安尼食袂落，结果时间过啊，毋是安尼啊，毋是啊，为虾米毋是安尼？因为本来就毋是啊，迄是你家己想出来。安尼足艰苦的。我紧啊等袂生啥烦恼，毋免甲上大心啊。所以讲呢，咱要安尼卸掉了即个烦恼，因为伫世间一定有烦恼，透尾人无烦恼，但是伫即个所在，
咱要咱卸掉这个烦恼，就他拄仔咧讲的，咱会当研究道理，陶冶心灵，用你的真理，咱讲制出了这个法宝啦。因为你有启发，有得到法了后，你头壳有智慧，有方法。当你当着了后，了然于世，你要来制出着这个法宝，去甲伊对治，烦恼变无烦恼。所以讲咧，听道理是一定爱啦，经历嘛是爱啦，毋是讲一份你就法度完全放下烦恼，就是爱不断的经历，不断的修饰，不断的放下，安尼慢慢咱会当练就，所以要卸掉烦恼执着，执着，无定定咱执着好啦，敢是好的我做执着。好的也不能执着，坏的也不用执着，伫世间你执着的，其实到最后拢会无啦，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所以讲，你世间内底，你执着的一切的好跟坏，到最后去五圣中甲看，大家拢变做，但想想讲，我所执着啊，对无？敢是安尼？我执着太多了，影响太多了，名利太多了。有啊好，无要紧啊，随顺因缘呐。敢是这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何必你去甲伊执着？但是有影讲就简单，但是要做到安尼，实在不简单啦，但是咱着往着这个方面，要安尼舍掉烦恼、执着、妄想，毋免妄想。毋是修道有，毋是修道有，这叫做妄想。所以讲咧，分别真的不要分别。你若有分别，你人生的路会愈来愈难。敢是安尼？这个人我有教，这个人我无教，这个较有钱，这个较无钱，这个生做较水，这个无水，这个较有地位，这个无地位。如果咧有这种分别，咱敢知影？咱敢知？我怎个分辨啊？你敢会知？那，你也讲，知嘛？你啥？毋讲尔嘛？事实是安尼嘛？相信互我做者迄个点是咱大家无免讲就讲迄个对无？安尼不过当然伫即个当下内底。大家若会当互大家时间甲空间去改变，我感觉讲安尼。你互我机会，我互你机会。就是讲你放讲一个好的歹，你甲主做伫迄所在。虽然我真无好，但是大家互我时间甲空间改变。你有不足的，我嘛互你时间甲空间改变。安尼敢有介？安尼无介嘛？究竟有一款物件，毋是一困有法度当下改变的，唯有就是大家互相会当包容，互大家有学习的空间甲机会，无迄个人，迄个袂对的人，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呢，咱就是爱放慢，舍掉，那么呢，内舍内底贪嗔痴慢疑不净言。咱就是讲内心的贪嗔痴慢疑，这是属于内在心所发露出来的咱一定爱去赶快爱爱写这物件。我想财色名食睡这个声色获利，声色慧命，这伫这个外在，这物件拢是非常的短暂的尤其是伫修行来讲起来。咱们讲地甲无条件嘛，财色名食睡嘛，敢是安尼？咱讲前面，敢有人安尼就碰到讲，迄有当时就是电动空，敢莫爬起，哎啦有空过啊无爬起，有免嘛？即间甲书面的，即种人就甲舍掉，当然有时间多休息，那个无可厚非啦，因为咱人是八字的嘛，那当然咱若想讲无论啥物情形，就是讲拢无甘愿牺牲到后面，就是我困较饱，我等来啦，前面准备我较换一个，这项也较换，这项也较换，较换，就规个拢换，这叫做
就除非有影人拄好身体上有生病啊，哦，啊，若讲真正的不老工一直无去困甲足好啊，当然嘛是会当吼，只是讲你能够舍得，你一定要舍，去度化你这一种财色名食睡，啊，无你叫这地甲5条筋甲你锁掉的，甲你影响的，这是咧绑你的地。哦，这5条筋呢，地甲5条筋就是代表，如果你若无法度伫这外舍这一些能舍，你没有舍掉的话，你就是没办法度化到地甲5条筋。那安尼你又如何成就天堂？哦，那么相信会离，这拢是外在的。哦，这外在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哦啊，所以讲的这物件呢，当然哦，咱一定要去外舍。哦，唔甘啊嘛是爱放咱放，哦，互我去感觉看到，哦，迄嘛是伫 FB 还是传入去迄个赖神主的吼，迄一个吼是因兜答应足好啦，哦啊嘛拢足侪迄古董啊，哦以爱物件啊，哦算有钱人嘛，啊内底摆足侪古董，足侪迄足大件物件，足侪就对啊，但是食了哈，哦啊囡仔拢偌出去啊，拢无人伫个，啊到最后拢剩伊。一个人啊，啊一个人，即摆来无法度呢，爱去养老院呢，啊伊养老院敢会当甲因兜院养搬去？啊所以伊就去宽边的，春去宽边领衫，哦，啊简单的几项啊尔，啊家己看见本来规间内底拢是宝啦，伊爱的物件，但是环境的不得已内底要去住养老院啊。替换的衫布款款，几个简单，哦，安尼摕会当安尼去尔呢？搁去真呢，因兜迄敢爱写？遐无写嘛，就摕入嘛爱写，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呢，伫这所在自早咱爱甲写呢，要行较好行，较袂带来啦。哦，所以较早学较早咱好侪人咧讲吼，迄阵拢有去咧泰国吼，伊讲。伊也毋是爱学离开啦吼，啊，学离开啊，移去惯势吼，当然是讲向去互离开去的，当然吼就较无解啦，哦，较无解，因为安尼讲，反正是家常便饭嘛，定定咧离开嘛，啊，即家是去较远嘛吼，对无吼，哦，安尼习惯其实你就是要达到实相嘛，啊，你爱舍掉，哦，所以尤其是这看会到的物件，哦。那么，伫这个是非人我爱放下，心清净，一定不染，安尼叫做真相。啊，真相真德啊，所以讲呢，灵喜灵相，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啦。哦，安尼你当下就是大势至菩萨啦哦。哦，安尼敢有简单？有啦吼，但是咧真足困难，袂即咧讲无法干吼，咧讲无法干。哦，啊不过。哦，当然，咱大家做伙学习啦，吼，啊，同相共拜，哦，啊，咱当然呢，会当依着诸佛菩萨来做咱的粉丝，是咱是的粉丝，还是咱的粉丝？啊，伊是咱的粉丝啦，吼。我们是他的。哦，咱是的粉丝呢。啊。好兄弟，哦，安尼，你毋通以歌声来做粉丝。你爱用观世音菩萨来做你的粉丝，安尼敢好？哦，嘿啦，啊，咱就大家同相共拜，哦，要安怎甲家己修啊好，甲即个道具做互伊的方便，互这道亲的愈来愈济，哦，啊，就皆大欢喜，安尼呢，咱就是大势至菩萨，哦，啊，当然这我们都是在努力途中啊，吼，途中啊，咱咧在迄个途中啊，吼，哦，啊，就大家往好的方向。安尼来上班，哦，啊，因为时间阁超过20分啊，吼，啊，或是今日呢，哦，啊，就讲到遮，啊，因为阁过讲24号曾经日就要去，嘛是拄啊好，伊是要去朋友点到啦，哦，啊，伊问伊咧嘛吼，啊，唯有阁刷落去，嘛是阁换一个500安尼就对啦，哦，啊，阁因为会拄啊好就是工课互补嘛，哦，这也毋是讲送的工课啦。哦，这是咱老母娘的工课，哦，后壁咱互补就是讲家己做互伊好势，安尼就好啦。
吼，对。安尼今日到这个所在吼，最后或许呢嘛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的道路能够弘扬，伊剩20分尔吼，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吼，以上。有人咧事到顺用吼，有人邀请就会当起来，是不做咩？你哦，安尼起来，有啦，你直点分享啊吼，大家会当借机会咧，对，上无哦，上一年啊。对，互我来坐啦，互我来坐啦。年纪咧坐吼，袂使调时徛吼。好，感谢。你方面麦克风。好，应该我先来看明白了。李陈师，各位前线的人，大家晚安。咱那个六祖坛经哦，这疑问品呢，讲到你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课程哦，讲述到或许是感觉讲哦，咱对117页到137页吼，这个中间是疑问品嘛吼，是迄个魏刺史吼，伊咧讲，对咱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提出的一个，或许有感觉咱想要讲，第一段伊是咧引述17书咧问咱慧能祖师讲这个梁武帝吼拜达摩时阵吼，请伊达摩时是安怎？达摩甲梁武帝讲，伊有功德，吼。那梁武帝伊是可能大家拢捌听过嘛，讲我3日一时，5日一暗，我应该要来伊的心理上应该我已经善事甲义行做济啊。若要讲的，应该我功德足大。因为咱慧能大师伊个解说的，执着甲有为法是一种的福报所得安尼尔。这是咱大家拢知影这个典故。那第2个疑问呢？伊个为师搁咧讲吼，世间人遮修行者出家者，嘴拢咧念佛号，念伊迄个阿弥陀佛，但是咱毋可能咱来念咱的心里的默念的佛号。伊遐讲这个咧甲咧，会往西方的意见。当然慧能祖师伊是甲伊讲，这个念靠念，心不行，安尼嘛是不足。因为这内容咱有相对好势嘛，学无介清楚记袂牢啦。这是第2个疑问品的里面内容。那第3段疑问品的内容应该是咧讲，这个问讲这个108000里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讲咱其实咱伫这个修行甲想的跟做的是要无为而为的，你不要执着，一定讲你做啥物善事，你做啥物事业，拢是有啥物所得的。当然这是伊个内容，或许是安尼感受啊，那是有迄个感觉，那是有迄个身口意的意见那是对迄个讲身形嘛这个是咱迄个梁武帝伊拢做伊拢做3日一时5日一暗那迄个口诵，就是讲念佛号啦，还是讲持经诵经啦，迄个功德是不是多大安尼啦？那第3段，咱应该拢想到第3段里，那是意行意念啦，意行意念的迄个感觉啦。这是或许伫即个疑问品听咱电老师伊
一段第116到130，即摆到127页，啊，伫咧解说也对话，啊，疑问对话，啊，然后呢，伊要咱大家共产啊，互咱共产，啊，你要听我讲哦，咱世间人拄着的人，啊，甲伊所做的，甲伊所想的，啊，甲伊是要所要爱的意见当中吼，互咱去体会讲哇，原来，哦，这个慈悲喜舍能见哦，才是咱本来主义、本来原有的意见，而毋是讲伫这个心行啦，还是这个邪念啦、妄念还是烦恼啦，还是一寡即个一寡咱想一寡咱想贪恼的代志，吼，第一贪恼的代志，迄袂当互咱讲感觉讲会当宁静，袂当互咱来欢喜。迄个欢喜的当中吼，伫即个当中，互咱去体会。啊，咱另外咱听咱地传师的分享吼，讲到咱大家听啊足欢喜。哦，对着咱大家讲听，咱先是你讲，咱感觉好个啦。以前咱大家好口好手听讲哦，这目睭咱卖过600万，啊这个手咱5种用个咱卖过来1000万，所以其实咱若要讲个咱有形甲无形，咱具备的吼，应该是一个意念，大家无价之宝。所以咱每一个人是一个吼有难得，啊，因为好些的才疏学浅啊，啊，佫无认真，只是讲吼。听咱即个疑问篇的即个内容哦，啊，甲咱各位分享，因为伊是咧好像深情啊、口练啊，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意念，然后在思维上的那个清楚，啊，然后咱大家就当个清净啊，哦，这是好些的感触啊，以上我甲跟先生分享啊，好，谢谢啊。要出上是非常。有人是，各位贤贤大德，大家晚安哈。我在首先哈，做个总结哈。刚才咱黄点人师报告会，拄啊好讲到这个啥呢？舍烦恼，执着妄想分别。啊么我伫遐咧想，拄啊好叫咱学学，即摆咧讲的迄个练心意，我有甲伊拖连做伙。因为咱过去呢，咱的佛就甲咱讲，叫咱爱安怎少三心，为事上。但是，所以呢，我就咧想讲，咱的少三心，就是过去心、现在心、调未来心嘛，吼。那么呢，咱若是对过去心，先怎让咱带来烦恼跟痛苦？就是因为咱一直这个头脑太好了，记忆太好了。讲甲过去的一寡，不管你是辉煌的代志，还是困苦的代志，还是善的恶的，哦，还是好歹，这拢总甲伊记伫真内底，所以不断的安怎，伫遐即个脑内底拢伫遐咧起起伏伏咧想迄代志，所以呢，自然呢，就会引起咱烦恼的心有出来，因为你完全无甲遐洗掉，亲像咱的相机安尼一直翕。结果呢，翕足侪伫咧真内底，没有把它舍掉，所以才会互咱安怎烦恼不断。所以这个执着，也就是用来讲是过去心，就是咱对过去的心，我们一直很在意，所以你才放无下。那么呢，再来呢，就是讲妄想。那么妄想呢，就是讲袂到诶。你伫遐咧空思妄想，所以有一句话甲咱讲安怎？千万个计划
感觉上一个变化。这就是因为你还袂到，你就一直伫遐想足济，这就是咱的未来心。那么呢，若如果若是当下呢，当下就是咧甲咱讲，你当下呢，就是用着现在心，现在心就是啥，有这个分别，所以甲咱讲安怎呢？如果咱若是袂的时阵，是识要处理代志；如果你若是觉的时阵，是用安怎，就是用智慧咧处理代志。所以有当时在讲，这项代志处理了有圆满无？有当时是啥？情绪化，就是你用你的识来处理代志，所以较袂当足圆满。这是咱或许会感觉因为过去心、未来心、了现在心，因为有分别，就是你有安怎，你有认为讲这是好，我会贪念我当然好，要更好的要更爱较济的所以贪求搁叫啥？要搁爱济，搁较济，所以有当时敢会当拢达到咱的无一定嘛。若得袂到的时阵，是毋是就会造成咱的安怎烦恼着痛苦嘛？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三项是安怎？不拢叫咱讲爱扫三心，就是这拢会影响到咱的啥烦恼着痛苦嘛。如果咱这若无甲伊放下的时阵，你的烦恼痛苦永远拢排掉的。这是咱科学的见解，谢谢。你别讲这个内容啦，是听你讲你就做这两班是啥物个安尼啦，你答案比较好解决啦。我讲唔可能会超过6点。后学的感受就是想法，就是说，烦恼每个人都会有，可是我觉得后学觉得有烦恼是好事情的，因为烦恼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那你叫恐怖，那我就这想法那就这欲望甚至讲这个烦恼有当时是讲，可能要去追求这种烦恼，有时候是你跟人家相处的一些，或许说你不会形于色，但是你内心就会对说，看到这个人那也多缓。可是我是觉得说，这种烦恼其实是内心的羞耻不够，所以后学有时候会看到自己这个烦恼的时候，后学都会跟自己想说这是好代志就是爱羞耻自己，改掉自己。不要用那种眼光，还有那种看法去看人家很多事情就是真的，我觉得最好的药就是缩小自己这些烦恼就不会一直膨胀。因为后学就是也是常常会有一些人际的问题，甚至说跟人家相处的一些，都会有一些无名来，然后无名来，后学都会觉得说，有时候我好像太过张扬。还是说自己对待人家的那种看人家的角度好像高，就是没有平视看人家，就是好像态度好像不太好，我就会想说缩小自己，所以烦恼就是菩提，所以那个谁是六祖吗？还是
神秀吼，伊讲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务使得尘埃。或许的心经现在还是跟神秀在学习，因为我的烦恼很多，所以后学要常常吼，就是要去扫除这些想法跟烦恼。好，所以神秀大师就是后学很深刻，就是他的这一句诗句。因为后学那时候就说，我哪就这无名天天扫，但是烦恼嘛是一直来，所以一日不休就是一日就是空嘛，有在看自己的话，那就会看到自己的一些贪嗔痴，一些无明烦恼，然后就会去渐渐就是咱经理讲，有诶修有诶听到伊就会踩刹车就会看到讲，我哪会做来？后学的学习到这里，谢谢。告诉你哦，属羊的当一条，有无？准备咱看啊，咱吃起来。啊。准备走电话了。特别丰富。3、4分嘛，因为其实大家免去惊遐济啦，咱讲咱会当体会偌济，当交大家人分享其实嘛是一种学习，嘛是一种好代志，像叶婷安尼去分享，我就讲已经接惯啦。伊讲烦恼好代志咧，但是我是讲烦恼歹代志咧，你看这个意境差哪多济？因为我就做爱烦恼，伊就是讲烦恼来好代志咧。你若无迄个意境烦恼来，袂堪进的对无所以我听伊讲烦恼好代志，我想这意境真啊悬的，这修了真正袂歹个。但讲烦恼即菩提，有影啦，伫烦恼的内底，你若会当改善因善者善因缘。用这个真善缘当作迄个垫脚石，其实烦恼是菩提。毋知伫修炼学道内底，当着好甲歹是看你安怎应用啦。你若拢要甲产生负能量，当然是毋好啊。但是你若讲毋好，你甲改善者用正向，当然安尼起来呢，你就会当。变成一个垫脚石嘛，安尼就是一件好代志啊，所以讲伫修学道呢，其实嘛是讲看要安怎来提升咱的这个咱修办的那一种心境。除了讲咱伫修学道呢，要安怎讲会当在道场打帮助到会当讲家己做互伊搁较好势以自外呢。咱就是讲伫内修也好，伫外也好，咱要安怎来办得越多越好这就是讲咱咧修炼学道咧是迄个重点那是啦希望讲各位浅显大德当然嘛尽量鼓励讲咱的浅显大德咧，当共襄盛举啦看会当家即个班咧会当去家己。邀请搁较侪个浅显大德，去大家做伙或多或少，咱来讲体会一句，会当足受用，其实就已经袂歹啦，所以讲伫遮个期待，因为即个讲拜五有点道嘛，礼拜嘛有点道嘛，就咱大家各位浅显咱伫组员内底，如果有前面代志知影，咱就是搁家己做一个鼓励，伫即个体育班来讲起来，
咱道亲一定爱联络，哦，尤其是新道亲，哦，更加爱去联络，哦，因为咱即间3楼跟暗日坐平的人，拢甲叫我坐互伊才来拍算吼，啊，所以讲，大家伫市会馆内底吼，啊，大家除非吼啊在先在地，吼啊会当甲活动坐互阮，吼，安尼敢好？好，啊，最后祝福大家第一，真的身体要健康，啊，不会圆满啊，哦，啊，胜满满意，哦，感恩哈。感谢你们支持的前少光大公，好，一起一拍，向如今母亲三岁元大未光，再光，三光，感谢你们支持的光大公，再光，三光，感谢你们支持的光。一起吃掉，向如今母亲3公里前大未光，再光，三光。